教骨释文第57集。这集来研究西汉雍正方言的第一卷第3条“吾营好也”，有简单无？亲像真简单，搁亲像怪怪咧。咱着乖乖来学习好的意思。一般咱想到好的意思，就亲像讲文写的善也，安尼好无？好啊。咱即马讲的好嘛有会使的意思，但是使人想袂到的，说文解字讲的好是水也。转来看方言，所以吾用看起来真明显的中语，煞毋是中语哦，是中好省，是好伫外表的水。以咱现代较好理解的讲法，是好看省，也就是语字边形容好看的字，并毋是一定是指女性，是指男女通用的好看。甲水有关系，除了这3字，雍正方言刷落来，阁列出5字，其中有3字是闽南语要定得讲的哦。这3字是闽南语要定得讲的。生做碰皮，写雍正方言的这字碰，这字碰甲碰中的碰同音，所以可能有寡误会。凡水字轻者，我北方烟台的人讲是碰。美男子闽南语习惯讲烟头，会使考虑写雍正介绍的这2字，两字拢是水的意思。烟头甲外表的好看有关系，甲烟熏无关系，甲啥物涂色体嘛无关系。两字拢是好看的意思，拢是水的意思。笔画精言，这字照音切是爱读有落音声母的言，声音就读烟。这字的意思若是单纯的好看，单纯的水，烟头就会使写这字烟。但是若详细来研究这字烟的字形，定用同音强的释明，讲是言，研究着技术，有技艺女人就是妓女。妓女就是烟，就是水，阁有才华的女人。妓女原本并无富强的意思哦，是有才华啦，卖艺无卖身哦。为着避免误会，烟斗的烟嘛会使另外写这字烟。这字国语词典的意思是美艳艳丽，本意是好看的大只加工。大公鸡嘛。安尼就较符合专门咧讲男子的水，烟斗的烟就有2字通写。烟斗的斗为何写雍正方言讲的这字呢？咱来研究一下。先来看这字中文读书，为何呢？敢是无意义的声符？来看甲不文，手举一条尾溜绑着像石头的物件，准备要甩出去，或者是讲要投出去，所以这字文音读甩的声音输，白音读投。输就是投的本意，像安尼另外加一个字旁，做一个意思不变的新字，这伫汉字真常看到哦。搁譬如讲咱讲过的迅，迅速的迅，本意是飞伫天顶的落落物，是迅速的。真侪这类的汉字哦，节目中咱定讲到的某字的本字有无？若甲这类的新字当作形声字，当作有一个无意义的声符，迄就是算是毋捌字吧。形音字一体的汉字，煞变成拼音字在使用，不应该啦，不应该汉字拼音化。咱着重新来捌字，包括认捌字旁，加捌字就知影神雨水的神，甲迅速的迅，拢毋是形声字，字旁拢是有意思的。甲毋捌字当作是无意义，我较早嘛捌安尼认为过啦。反正就知影发音就好，管太字旁啥物意思，形声字较简单啦。我捌安尼的心态在学汉字，是毋是真不应该？换来讲这字主，这字嘛无应该算是形声字，
其中的朱毋是无意义的声符，嘛毋是红色。这字的意思是玉做的珠，珠阁是啥呢？甲经文珠的写法，所更称过珠串。珠有色彩、花纹的，甚至有淡淡的香味，所以珠的意思加工甲水水有香味的木珠。简单讲就是美丽饰品。红水乌大斑，木珠就被借用做红色，玉珠就扩大使用，圆形的拢讲是珠，甚至有人琴声嘛用玉珠，大珠、小珠、落玉盘。认捌了字评，安尼这字读豆、读书就真自然啊，是吧？意思是好嘢，好原来是水的意思。说文解字阁记《诗经》北方的例句，敬女箕豆。过来，这两字音义同，也就是豆就是书，书就是豆，两字共音共义。豆就是水，照说文解字，安尼的水是无分男女，来化蛇添足一下。女之水者挖豆，又士之水者也挖豆。书者男子也，《诗经》用方逼豆食子，迄个缘豆的男子。来练习一下，迄个囡仔生做碰皮碰皮，真古锥。这是教育部例句的写法。一骹猪，一骹皮箱，毋是一个人。碰皮碰皮是水的意思，成毋是成。古锥是忠厚阁翩翩的可爱。迄个囡仔生做碰皮碰皮，真古锥。咱安尼写。阁一个例句，厝边头的人看到，傻傻看着，突然看到。这教育部完全分袂出来哦。就甲我学老讲，一日剃头，三日缘豆，咱安尼写哦。这集的重点，杨子方言2000年前写的，碰皮缘豆，2000年来也无人讲过安尼写，你认为有道理无？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